大家好，我係一個註冊社工，亦都咧係一個業餘嘅藝術家。咁社工嘅工作咧，令到我咧係知道人嘅心理健康咧係好重要嘅，而且咧係業餘嘅藝術家咧，俾我知道咧圖像嘅藝術創作咧係反映咧人嘅心靈嘅反照嚟嘅。而且咧呢一個嘅結合嘅話咧，令到我咧係學習咧係 Mini Mario 嘅時候咧係十分之有用嘅。所以咧今日介紹咧係 Mini Mario 呢一個大圓嘅圖案俾大家認識，以至到咧係我哋咧喺 Mini Mario 嘅體驗工作坊裏邊咧，可以咧選擇呢啲嘅圖案嘅時候咧，係去認識翻、演繹翻呢啲圖案對我哋嘅心理有啲乜嘢嘅作用，而且咧係認識我哋自己喺呢一個大圓裏邊屬於乜嘢嘅階段。各位對於自己心靈想認識多啲嘅，又或者咧係想透過圖像去繪畫自己嘅心靈嘅樂章嘅話咧，咁我邀請你參加 Mini Mario 嘅體驗工作坊。我哋咧透過小組嘅形式咧，一齊分享你揀圖卡嘅內容啦，同埋咧一齊分享咧各個人生階段咧對你嚟講咧有啲乜嘢嘅意義嘅。歡迎你哋參加 Mini Mario 體驗工作坊啦！